所有求救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以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阁会听因的求救，来拯救因。咱三甲起立，圣诗194首，请起立。我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。 手中有奇妙。
主为宽容主耶稣，那赐愿出人意外平安，教育智慧满满的稳定，佮介绍咱都要安尼祈祷。阮日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的天灵。阮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从我支持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大道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的启应文记载伫圣诗后尾面，启应文43，以赛亚12。启应文43，以赛亚12篇，咱三个有启应来交托。伫迄日，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者。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你来对救阮的水泉欢喜入酒，伫迄日你会讲，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。你的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带着失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咱三个的祈祷，无所不知、至圣至尊阿爸的上帝，但愿过一摆为你伫主日家境兄弟三甲来服侍敬拜，恳求将圣神这个时阵就赐予阮，教阮三甲之地，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嘛求主将满满稳定灌压伫阮中间。天气渐渐转凉，甚至这礼拜还阁有风台，造成侪人家乡饮水流离失所。若伫身躯财产的损失，犹原有心神的受伤，需要主的安慰。祈求天父上帝用全能的医治来固守因的家园，甲颂扬的心灵。早时代、现在时代、将来也永远时代的上帝，愿伊的国降临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伫阮古亭，还有侪兄弟因为病痛，久久无法度来到你的面前，三甲来敬拜。但是虽望安尼，因犹原听主、听上帝，恳求圣神正做因的中保、保惠师，时时甲因三甲之地，保守因的心怀意念，早一日恢复健康，佮转倒来和咱三甲做伙学罗主。但后礼拜就是感恩节，上时嘛是大港节期的头一个礼拜。回想今年上帝保赏甲祝福，互咱着充满着感恩甲安慰。犹原对咱的家庭、甲咱的教会，要用行动甲服侍来回应主的恩典。更加要为着咱个国家甲即块美丽岛屿来做出努力，互咱心心念念的故乡更较安全。更加自由，互咱后一代囝儿逝世，更较愿意留伫这片土地，做伙来拍拼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固定，诚做一个行做有公义、心存怜悯，更较上帝三斗阵的一个信仰团体。又将今日的敬拜、恭敬交托伫主的手里，求上帝阿健康听阮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毋堪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
咱先来看圣经，记载伫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8节，伫圣经的新约后壁283页，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8节，我来强读。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上帝所予伊来指示伊遮个罗卜个，就是伊紧紧行的事。伊就脱伊的天使去指点伊的罗卜约翰。约翰就是将上帝的道甲耶稣基督的干净，记纳伊所有看见的来做干净。凡来读甲听遐个参语来守其中所记载的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约翰寄批互亚细亚7个教会，愿恁得到稳定平安。对迄个即摆伫地、早伫地、将来也伫地的，以及对伊做以前的7个神，佮对耶稣基督就是忠信的干净。4人中头一个我的，地上遮个王的主宰。伊听咱用伊的话讨帮咱脱离咱的罪，互咱做国，做伊的白上帝祭司。愿荣光权能归伫伊到代代。阿门。伊坐魂来，正目睭要看见伊，连插伊的人也要看见伊。地上的族拢要为着伊来提靠，实在是安尼。阿门。主上帝讲：我是阿鲁法，佫是欧米伽，即马伫地，早伫地，将来伫地，是全能的。以上。请圣歌队学乐赞美了，请牧师正道，伊的题目是必须发生的事。
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上帝的恩典，互咱通自己这几会做伙来敬拜俄罗伊，愿圣神也伫你的心引带你，互你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，你的性命也得到上帝的祝福甲造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搁一遍来帮助阮的性命，对阮的心来讲话，互阮伫真理内面看见你的真实。将下面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，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终于来到了启示录了吼。我毋知兄弟姊妹吼，大家对启示录吼，想法、看法，还是你已经对伊足熟悉吼？你的理解是啥物吼？我再问一次好了，大家对头到尾有读过启示录的，举手一下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吼。这张批吼，启示录伊是一张批吼，所以这张批是所有的基督教会拢应该爱读过。照理说吼，应该是我们都要读过的吼。必须发生的事吼，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吼。伫咱的台语汉字来讲吼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。实在是安尼的，实在是安尼的，吼，在第7节开始，头前段俩习惯吼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，理解。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哈，所以前面如果带完诗歌哈，黑龙会就会变得少声呢。所以你们要唱，你们是专业的，你们要唱大声一点哈。我大概用尽全力，大概就是发一次功吼，然后后面的少声。好随便我相信大家对启示录吼有无同款的想象吼，但是我自己在准备这段接下来的启示录，其实我内面就挣扎的吼，因为启示录吼伫学者的专业内面吼，哇，我跟你讲五花八门，随便不同的学说吼，我大概都读过。但是我就会觉得很难拿捏，因为要将启示录吼讲做讲道吼要甲兄弟姊妹讲吼，它就是会变成是一个，那我到底是要带着大家这样子抽丝剥茧，然后每个学派吼你拢甲听过吼，还是该怎么办吼？毕竟我这2个月灵修吼，好，所以我伫咧灵修咧祈祷的时候，我拢甲上帝讲吼，哎呀，我真正是吼有够自大的，居然说要带大家来读启示录吼，所以我就反正嘛是一个机会，互我搁一遍谦卑伫上帝面前，因为若无有圣神的带领甲启示吼，其实我们靠人自己的知识跟聪明，其实咱是读无的啦，坦白讲是读無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吼，咱就来看。实在是安尼吼，必须要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样吼？大家一开始嘛是爱了解吼，这封信吼，我说它是一封信，一张批吼，伊放伫圣经的上落尾吼，这不管从历史历史上，还是讲圣经学者的安排顶面吼，拢将伊放伫上落尾，上帝启示的上落尾吼，甲伊写成的年份当然是有关系的吼。大部分有讲是主后60几当，但是呢，后来大家学者比较多的共识，搭配伫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事情吼，所以这张批吼，差不多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的吼，差不多伫主后90年左右吼。伊是虾米人写落来？好，我头拄已经有讲啊吼，伊是耶稣所听的文道吼，约翰吼所写落来，伊是耶稣12个文道的内面吼上落尾别式的一位吼，这张批吼，其实
若要用一句话真简单讲，就是上帝对伊所创造这个世界真完整的计划啊。你若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吼来表达这张批的目的吼，是安尼。啊，对伫圣经内面，其实对创世开始，也是讲考古学开始吼，咱人对这个世界受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我们其实都很好奇，但是我们都没办法掌握它。我们顶多只能够从研究别人的专业里面吼，大概对这个世界有一寡寡的认识尔定吼。所以，咱就爱伫圣经内面来看上帝的智慧，甲上帝的作为是安怎来咱讲起这个世界。对伊的手所创造的吼，所以咱伫创世纪咱会读到，创世纪伊甲咱解说讲，这个世界是安怎开始的，对不？你们有从头到尾读过创世纪吗？有吧？启示录我自己当牧师，我心里就当作好吧。但你创世纪，好歹从头到尾看过一次吧，好不好？但是咧，上落尾一张批吼，一罐册，就是启示录，伊甲咱讲，伫上帝对伊家己创造的世界，伊要安怎来结束？谢谢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所以你们看，就因为我真的不是专业啊，你们如果会唱歌，知道吼。谢谢。伫启示录，咱就会当看见上帝对这个创造的世界，伊要安怎来结束伊的。好，你要先抓大概念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跟四只鸡一样吼，钻进去细节里吼，那你就会跟学者一样吼，就会长出很多的学派吼。我用一个概念来甲大家来分享讲，其实呐，对上帝的智慧来看，你知道怎么生，但是你也会知道要安怎结束。其实我本来这张 PPT 吼是那个结束，我是写死啊。你知道生，知道死，这就是对上帝圣经内面，互你明白。但是我后来将伊改做结束。待会下一张 PPT 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是这样表达。因为对一个认捌上帝的智慧甲所做的人来讲，你知道生，你知道结束，不是出伫你家己，是出伫上帝讲的。所以你伫安尼的基础顶面，你才知影要安怎活。这个活的概念吼，我把它分成2个概念。第一个是生活，第二个是搁活。你伫上帝智慧内面看见上帝的创造，看见生命的开始；你伫上帝的启示内面认捌伊的结束，认捌生命的死亡。但是你伫这款的基础顶面，你会当有一个新的领受，是对生命的认捌。你会知道怎么生活，也会知道你是怎么复活的。所以伫这张批内面吼，伊一开始就讲起着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吼，就是我所讲的，是耶稣写予教会读的一张批啊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把艰深的东西搞得太复杂。我这个人吼，可能就是也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优势，所以可能我猜测，可能上帝也是用这个呼召我吧，因为我就是头脑太简单，没办法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所以我就不能当学者，你知道？简单来讲，启示录是一张耶稣写予教会读的批。啊，兄弟姊妹，你是教会吗？耶稣写予咱的批读过啊吗？好不好？但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跟着教会一起来读这封信的，我这时候也要请你有一个平安。然后因为高联教会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开始读耶稣写给教会，就是我们的信了哈。好，所以你要安心，好不好？好。启示的意思吼，伫原本的概念吼，就真简单，就是被打开。奥秘伫原文的内面就是被盖住吼。
你不要用中文的解释来理解哈，你要用原文的意思来理解哈。启示是被揭开的讯息，所以耶稣写给教会批是一张，是一封被揭露过的讯息。批的内容吼，就是照伊所讲的，要将伫要发生的代志，甲伊的正路部讲，吼，伊的正路部讲吼。啊，正路部是啥物人？哈？政府吗？最直观的，就是你称呼伊叫做主的人，你就是耶稣的路部啊。凡称呼耶稣为主人的人，这些人就是耶稣的什么正路部。那你称呼为耶稣为主人吗？是吗？哈，这张批写给你甲我的。好，伫这个权柄顶面吼，因为我一直讲，检测咱是对圣经内面来读上帝的话语，但是咱是现代的教会。你不是活在过去，所以恁伫我的讲道甲鼓励内面，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感觉，是我一直要叫你们要有现在的眼光。你不需要成为以色列人，你不需要成为过去的以色列人，你也不需要成为过去的基督徒。因为你跟我咱比因迄当时搁较有愿望的所在伫搭了，是因为你的性命还未结束，你可以做出跟他们不一样的什么选择。你如果在圣经里面，你若像过去吼，咱进前过去一当咧讲史书记，你如果把士师记当作你信仰的标杆在学，我会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的结局就跟那个时代一样，只有堕落跟失败而已，没有别的了。你不要把那个当榜样，你要徛伫耶稣基督新的启示甲圣神的鼓励内面，你要走出士师记啊。这就是教会的忙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，这张批权柄吼来源吼，伊信息的传递是安尼吼。这个我一定要整理出来。随便我在写的时阵，我都一直很犹豫说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事，大家一定都知道吼。但是还是得把一些过程吼，好咱正教会知影讲吼。对上帝来讲吼，伊就是上帝所予伊的吼，予啥物人，予耶稣吼来指示遮的路步的，要紧紧行的事，所以伊托伊的天使吼。托他的耶稣托使者吼，天使去安怎？去指点伊的路步约翰，约翰安怎来见证，来做这个干净，将这个干净安怎写落来，互正教会听。所以你也当理解吼，这个启示录他写的一个顺序吼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今嘛所读到的，是约翰，是来源是约翰而已吗？不是，因为约翰是对倒位来？对天使来，天使对倒位来？耶稣差遣天使去甲约翰指点，耶稣的讯息对倒来？对上帝来。所以你读的是对倒落来？上帝启示来。你自己对这张批的权威性，你家己嘛爱有这款的认识。好，知道吗？不然人家会挑战你啊，这也是人写的啊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人写的，但是你伫上帝所启示、所指点的过程内面，你会当知影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哪里。所以伊伫遮嘛有讲起，一开始嘛讲起着，那你读这一封信，你要回应，你读了听啊，你就爱去想。好，伫这个原则内面，甲咱平常时的信用的价值是很一样的。你无论读哪一卷书吼，读雅各书啊，读什么书吼，这是基督徒性命甲信用的回应，你就是爱去做，袂当干那学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只是想要当属灵的胖子，
得到了好多的知识，好多的理论，掌握了每一个圣经学者的学派思想、聪明跟智慧，但是怎么样？得自己吃饱呢，欢喜爽快，那你就变属灵的胖子。你无去行，无去运动，无去行，无去分享，无去遵守。你们年轻人在笑，你知道属灵的胖子是谁跟我讲的吗？是10几年前我咧来教会服侍的时阵吼，迄当时我无啥物同工吼，有看到少年的那个师大的学生，我就叫来讲，那个有没有感动啊？要不要跟传道一起服侍教会？我都是这样子，很像老鼠会吼。还给我随便挖坑，你们还真的跳进去？没有啊，就是爱溜当刚啊那吼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邵恩宇就被我拉进来，然后我们2个就自己在后面那边祷告，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也还不够认识古亭教会哈，还不知道干嘛，我就说那不然你来陪我祷告好了。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分享说，那个教会哈就是像属灵的胖子，就一天到晚都只想要属天的知识，然后什么都不做。我就说哇，可以这样讲，我就说可以这样讲教会哦。过去式了，好吧，好害怕哈。所以呢。但是耶稣要讲爱回应这个讯息，真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原因的啦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日期近啦，日期近了，所以你看这一封信写到日期近了，时候近了，你就都明白了吗？兄弟姐妹，这4个中文字没有很难，看了就知道日期近了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如果你们说你们知道，其实某部分我是还蛮佩服你们的，因为日期近了，我们其实从人的经验，你只能够理解那是一个状态，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日期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若无读过耶稣写给教会的，你怎么会知道是什么东西日期近了？怎么会？你顶多只是从过去的一些什么新约旧约里面知道，上帝要来，弥赛亚要来，救主要来啊。但是你只能抓到这么大的概念跟想法而已。但是来了又怎么样？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来了又怎么样？教会有反应吗？会惊吗？会欢喜吗？会丢高吗？没丢高，就是没有反应而已啊。你若知影是什么代志的日期近了，你会没有反应吗？教会，你要思考，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日期近了吗？还好，感谢上帝的恩典哈，咱开始了哈，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明白上帝旨意甲伊要行的代志哈。这7间教会哈，我自己很犹豫，后面是不是要写代为领受哈？因为各学派那么多哈，我连要定义这4个字哈，我都坐如针毡哈。因为各学派有讲吼，这张批是写好哈。迄7间教会，这是事实，因为伫历史上确实在亚细亚省，伫罗马时代统治迄个时代的亚细亚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哈，确实有这7间教会，所以这张批写好迄7间教会，其他的教会都得到免死金牌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学者里面哈就有这不同的说法哈，所以这张批吼流传在遮的教会的中间。好，它大概它历史上是这样，但是教会你敢知影？耶稣要甲教会讲啥？要传出去的是啥物物件？你若是干那读过去的旧约、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或者是干那读新约耶稣基督4福音所做的代志，那你只会停留在过去知影有啦，还有以色列人的律法啦。有上帝智慧啊，要给他们一堆规范，这样子绑手绑脚的。你若是敢真意爱读新约4福音书，你只会停留，你的信用敢会停留在哪里？哇，我所信的这位耶稣有够的，
无啊伊搞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只会停留在某种震惊跟赞叹里面，哇，就搞诶，就搞诶！你看入捌耶稣基督第一摆搁来，第一摆来是所做诶代志哪定？不好意思。但是若是有耶稣基督搁活了后所写诶这张批，那安尼教会就会当知影家己诶方向伫倒落，以及咱大即是伫咧听候，逐礼拜伫遮咧敬拜是咧敬拜啥会，你才会明白呀，不是吗？这张批会当算是一张伫信用群体内面，大家互相诶提醒。耶稣讲。听到这张批的人，佮遵守的人是有福气的。虽然他在信件里面是没有讲说啊，如果没有遵守嘞，他没有讲说，他没有讲这句话。这句话你变的是没有遵守的，你要自己补脑。至少你会当知影讲，至少不会是有福气的那点。但是是虾米这一件事，你大概心里要有个明白吼。所以。实在是安尼，这是必然要发生、必须要发生的事情。我掠这个概念吼来勉励甲鼓励咱教会吼。我认为教会应该是要有末世观的。我认为教会是要有末世观的。你若是一间只活在当下、线下的教会，其实我有点不确定，这敢是真正完全基督教会的典型。因为这你的信仰观会影响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信仰，你对上帝认识会影响你的人生。然后你若是教会，你应该是知影这个受创造的世界，伊会发生的什么代志，它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若是教会，你若面对这事必然要发生，你袂是一间知影，但是要假做唔知影的教会。你不会是一个假知道，但是却假装不知道的教会。你若是知影这是要发生的，你会是一间什么款的教会？你会是徛伫未来看现在的教会。这是必然要发生，所以这是我认为的教会。教会同时享受上帝赐福的一切，但是教会它没有放纵到放松到随便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态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态。你们看我的个性，大概就知道，我是可以投入在生活里面，但我也同时在信仰里、态度上、人生处事上，我是有态度的，我是有立场的。但是这个是我个人伫信仰的领袖顶面，我发展到现在这款。但是恁不一定爱跟我同款，但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信仰观、人生观？你伫耶稣基督的智慧里面，你有没有对上帝受造世界有这样的认识啊？站在周末看现在，这是必然要发生的话，我自己发明的。这后面这一章我自己发明的。伫台湾的老生常谈里面讲，人有什么生老病什么死，台湾人上惊安怎？恁哪会拢知？因为咱拢是台湾人，咱上歹势欠一个爱情，爱情卡死哦。你那个去中国混过的，就很明白。咱台湾人吼惊死，但是你若是台湾的基督徒，你会惊死无？你会不会怕死？你若对上帝的创造吼无有一个认识的话吼，你必然是会害怕，这很正常，这很正常。所以我自己在我的灵修跟信仰观里面，我自己添加了一个：上帝启示生命的环境是生老病死活，生活跟复活。
你是徛伫未来的结局咧看你的现在，你徛伫周末看现在，意思是什么？你徛伫过往的性命来决定你即摆的生活。这就是会让帮助咱有一个方向、动力、前进、盼望，迄款基督徒的性命。这个你们可以参考啊。其实我是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因为我在去年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准备了很多场告别礼拜，然后准备了很多场告别礼拜，我就必然要感受一下我的兄弟姊妹吼，伫今年的中间吼，这个平凡的当中吼，是安怎思考希望的？我嘛会替恁烦恼吼。我对恁的逐摆参加的迄款表情内面，我的心嘛我也会揪心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，所以我看到别人的担心，我看到别人的伤心吼，我就会揪心吼，所以迄当时我咧灵修咧祈祷的时阵吼，就一个启发吼，现实互我一个启示吼，就讲，哎呀，你不要只人生停留在生老病死那点啦，你还会记得耶稣基督，互你的性命是搁我的性命吼，所以我就理解了，我必须要甲教会讲吼，希望是一个状况吼，是一个结束无毋对，毋过伊的结束嘛，犹原是上帝对性命的完整，因为是你搁我的开始呀。好，那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一个整个信仰跟灵修的一个方法论吼，我用这嘛来鼓励甲勉励咱大家吼，你毋免想过烦恼死，因为死是生命的过程之一那点。咱若是徛伫完整的启示，上帝对生命完整的启示来讲吼，你其实也要想想你复活之后要怎么活诶。你会习惯赞美上帝吗？因为伫启示录内面，你是24小时，你知道不打烊，像 7-11 一样，他不是一直在卖东西，他是一直在一直在欧罗上帝，一直在敬拜上帝，你会不会烦呐？你们每个礼拜来1个小时就腻了。迄伫天顶欧罗上帝是24点钟的呢，这敢是值得你欢喜的代志？这敢是互你的性命、互你的灵魂会当活起来快乐的代志。好，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件事哦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，有讲起着耶稣的官兵吼，伫第4节到第6节吼，伫遮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三一上帝的一个介绍吼。对，现在伫地、早伫地、将来也伫地。代表着这个是上帝，佮有伊座位前的7个神，上帝的性情，完整的性情，佮对耶稣基督就是忠心的干净。4人中头一个佮我，地上才会王的主宰吼，在这里面很完整的介绍了三一上帝。伫重点内面，伊特别去强调你所信的迄位耶稣基督，伊用伊的血偷放咱，脱离咱的罪，互咱做国，做伊的爸上帝祭司，愿荣光关联归伫伊到代代，阿门。伫遮，你不要轻看了这个基督徒，你习以为常对三一上帝的介绍，你的心内大概咧读。荣光归伫上帝的时阵，你的性命，你的对外口、对到内面，你有没有降服啊？兄弟姊妹，还是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口令而已？你的生命有没有真的降服在这句话里面？这个才是要紧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多现实吗？伊讲这是实在是安尼，实在是安尼，听起来说真的，你若无了解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对实在是安尼你是无感的。但是在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实在是安尼带来一个全地拢爱安怎，全地都要什么提考的事实。实在是安尼耶，结果带来了。一开始就是全地都要哀哭啊，全地都要哀哭。为什么全地都要哀哭？因为这边讲到说，所有的目睭拢要安怎，要看见伊啊。
看见这位上帝。所以教会当然福音你是要传没有错，可是你不能够只是把传福音当作你的唯一的信仰的指标，因为人传给人吼，迄是有限的。到迄个时若到，耶稣基督家己来，所有的人拢要看到伊，迄嘛毋免人甲人讲，迄嘛毋免教会去四界讲。耶稣基督来证明，伊家己就是真实的。作为基督教会，我头先讲一定是有末世观的，因为耶稣所讲的惨剧吼不会不发生，但是时间咱唔知影。但是时间咱唔知影，你敢若会当伫读这张批的中间不断去灵修，不断去问家己讲主啊，我有将你当作是主，是上帝，是真实的无？因为若无，接下来的哀哭是这2件事情。哇，它的顺序错。哀哭会怎么样？反对基督的人看到哇，这个上帝对古早时到现在的启示是安怎？是真实的。过去反对基督的人要安怎？要受审判，会哭无？因为你已经知道结论，你当然该哭啊！我们当然该哭啊！你心里真的拒绝上帝的时候，你不该哭吗？特别你看到这位真实的上帝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但是呢，看到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，是开始有接受基督的人安怎？紧紧来悔改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都已经信上帝啦，都已经信耶稣基督啦，是安怎？搁一遍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咱会哭，因为我们会知道，我们永远不够；又或者我们会知道，我们活着当教会的时候太自以为意了；又或者我们知道，我们活着当教会的时候太懒了，表面的赞美上帝，表面的服侍他，表面的在爱人，表面的在悔改。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自以为得救的人，这个时候的痛哭是：主啊，我真的要悔改，求你怜悯，拯救我吧。所以我的重点会抓伫，实在是安尼的，实在是安尼的，必须要发生什么代志？伫这张批一开始就讲清楚啊！大家看到耶稣的反应，原来耶稣是真的，原来上帝的计划是真的，原来上落尾的审判也是真的。伫圣经顶面所指耶稣讲的代志，拢是真的。古在耶稣的人，接受耶稣的人，拢爱面对这个真实。你是不是真实的悔改？你是不是真实的过着你的每一天？所以我讲，帮我按下一页，这边没有。就最后一张 PPT， 2句都出来。这是真实的，这真正是安尼必然发生的事情，最扎心的一件事情。其实不是你多了解启示录的每一个翻译、每一个字句，是上真实的是你发现上帝是真实的。这个启示，这个参悟，互人的性命真正认捌上帝是真实的。这才是重点啊！上帝的权柄甲伊的荣光是真实的，所以当伊讲伊要互教会成做国度的时阵，你是听听而已，还是信以为真？上帝的权柄要临到伫教会身上的时阵，你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每个礼拜的宗教仪式，还是你是把它当真的？活伫这个世界，其他的人对这件代志没有更多的资讯了，无有更较多的智慧、回心，通好来明白理解这件代志，就是上帝是真实的这件代志。但是教会咱真做上帝荣光的敬拜者、荣耀的敬拜者，咱有尊上帝最大无？咱
有互咱家己，因为逐礼拜伫圣神甲真理的话语内面，领受这位真实的上帝，来陪伴咱每一天拢真实来过每一天无。你毋通袂记哩，你甲我，咱教会，我们是活在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的里面。这是咱逐天的日子，不是干那伫礼拜天的日子。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，实在是安尼的。耶稣基督要写一张批，互伊所听的教会，要甲教会讲起这件代志。它是真的，那你的生活也是真的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一遍提醒有阮的性命、阮的敬拜、阮的日子、阮的学习，因为你是个真够我的上帝，你是真实的。求你帮助阮，毋通过虚假的生活，毋通互阮的性命虚假又不真实，因为阮安怎决定过阮的日子，嘛决定阮的信用。求你照你的应允赐予你的教会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就如何。主啊，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要跟你说，求你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真真实实、实实在在。愿这款诚实的性命，就是用光你的干净。当心祈祷，是伫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听起来真沉重，但是佫有圆梦。咱三个用迄个新的改变来回应伊的牧师的正道。来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向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这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咱三个念圣诗500首，你心志着换新。请起立，总共有四节。好了，有放盼望一点哦，来。你心记的我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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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心何处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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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手回应是的时阵，你爱互伊诚做你的祈祷，你爱互伊诚做你今仔日向上帝的祈祷。上帝用伊的话语来帮助咱得到智慧甲真理，咱用唱歌、用欢喜、用来感谢伊吼。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，来，心志着换新，诚做咱的祈祷。你心志的我心，你心志的我心，你心。好，等一下，好来，我们这一节把它改成我，音乐要继续好，把它改成我心志着换新，我心志着换新来。我心志的我心，我心志的我心，我在心何处？我心志的我心，我心志的我心，我心志的我心，我在心何处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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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上帝神爱帮助咱，请坐。咱稍等一下。现在伫地，早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主。伫你生的主日，阮来调见你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用诗歌而乐，用虔诚的心听主你对阮讲的话。你用无限的听引带阮头前的路，指示阮应该行做的事。我愿意受主来管教来行。主你搁赐予独一圣囝耶稣来到世间，道成肉体，成做阮性命的帮站，互阮会当徛伫未来，会当对国外的主来重新调整阮的生活。感谢主你大的疼痛，感谢主是阮祝福，感谢主你的真实，你是阮唯一的救主。愿用经文献上予你，也将阮的性命献予你。愿主接纳一切阮所献，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。阿门。请坐。那么行平安的进前，有新的朋友来吗？还是久久啊无看的？中信。中信，那个不是姑姑的朋友，老朋友，跟像玉芬姐啊。OK， 咱来行平安礼，咱唔免爬起来吼，咱小等下佫有演讲爱听，所以时间较短，咱伫含厝边隔壁来拍一个招呼就好。是吗？是对话。真实来听你，来个一摆。我的主会听真实来听
内省，咱三甲掀开周报第4页来读一下金句。咱华语台语搁读一摆，来。伊听咱用咱的话讨放咱脱离咱的罪，互咱做国做伊的爸，上帝祭司，愿荣光冠冕归伫伊，到代代阿门。启示录第1章5到6节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，又使我们成为国度，做他父上帝的祭司。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启示录第1章第5至6节。下面我来报告。今日报告事项较多，所以较简单讲。第一点，咱小会中执会已经通过，明年度要全面更新咱的影音的设备，包括主堂、副堂甲教育馆。所以伫后礼拜。咁阮这个时阵10月23要请一个协作厂商魏家恩弟兄，伊嘛是教会兄弟吼，要来报告，伫成人主日学时间来报告甲介绍，欢迎大家都去参与了解，有啥物问题当场拢会使问，咱为着这个代志来奉献甲祈祷。第二点，过来大港节圣诞节就要到咯，大家所有同工因准备足侪活动。原则上第12月21礼拜日是圣诞的赞美礼拜，下晡点半开始有。唱歌、学乐，还佫有戏剧，咱家己教会青年所写的戏剧，差不多为点半开始，两点钟左右。因为今年25号，咱政府有放假，所以咱今年第24暝拜三暗时7点半，除了有平安暝的礼拜以外，嘛有报佳音的活动。所以呐，大家兄弟希望天使到恁兜，歌声透天城，恁会使来登记。但这个关护事务组的家辉甲民信长老，也是干事来登记，咱会排这个路线来到恁兜来报佳音。圣诞歌佫开始登记咯，咱今年同款有十字轩的圣诞歌2种口味，会当赠送你的厝边同事甲朋友，所以但是爱登记，爱登记。同款欢迎兄弟来感恩奉献。佫一点，明年度2026年的插花奉献已经写出来，大家会当去填表，按算伫过年了后才开始收钱，同款1礼拜900块，就是这。好。那第6点是，每年5月31号主神主日要邀请这个真正之牧师来分享。牧师有送咱教会明年度的月历，若有需要会当去领，迄免登记吼。来，陈瑞祥长老纪念奖学金，这学期得奖的名单有舒涵、梦萍、以乐、雨盼、雨信甲君谦。那按算伫后礼拜，咁阮这个时阵要来发表，要赠送，恭喜这个得奖的学生。财务所报告，今年度教会管销的日子是12月28，所以请各团契会长甲会计伫11月23要提供明年度预算表，互咱的干事各组的组长、团契会长，请伫明年1月11进前提供今年的决算表来整理送互民政局来检查。下面上落要一点吼，就是小等的要请这个科导徐导演，他来了吗？伊还就路人，因为这个大风之岛这个故事是咧讲这个陆生疗养院吼，伊是一群互咱政府长期从以前到即阵拢是长期忽略、甲牺牲的一群人，毋是干那老人尔，因为得到麻风病嘛有少年，但是这个过程因为抗争，我会记得咱进前的陈师傅牧师介绍嘛有下面伫遐咧下面斗阵，但是毋知有记录起来毋知影，所以伊这个纪录片差不多12月初5要伫台湾上映，今仔伊会先8天来大家解说，那时间上会拄好，请大家劳保来参加。下面团契甲教界，咱大家看。下面讲道教牧师。好，头拄仔去面长了甲我讲，
那个代降节期讲启示录会不会太冲突？应该袂吧，因为圣神嘛会保守伫咱所理解人物的，是伫上帝真理内面吼，伫真理内面有很多的真实，好的、幸福的、难过的、哀伤的、痛苦的、悔改的、盼望的，其实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吼，所以我嘛伫基督的内面，望大家爱有这款的平安来人物真理，互咱得到方向，有方向的教会，你才会知道往哪里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君王就伫遮，主啊，你就伫遮。但阮恳求你的圣神，互阮会当明白、甲理解，你也伫阮的内面。你伫倒落徛起，建立你的位，伫遐都有圣洁，伫遐都有荣耀。求你帮咱教会，互阮伫你的话语内面来接近你。所以，阮伫各我的眼光内面，阮放心为着阮的生活来到你的面前，祈祷、敲吹，我们敲吹你的安慰，敲吹你的医治，敲吹你的大权能，敲吹你的同在，因为这一切拢会真实发生伫阮的生命内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甲阮同在，也怜悯阮的欠缺、无教业，甲阮的软弱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有毋茫通好过有快乐的日子。我们把我们一个礼拜过去的伤痛、我们的挫折、我们的没有盼望，甚至看自己没有出息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。求你接住我们，求你鼓励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心里有平安。当心祈祷，是伫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位来吟唱后会有期哦，这不是只有告别式的时候才可以唱好。每一首诗歌拢是徛伫各我的眼光甲人脉。来学习现在的上帝，甲过现在生活，咱起立做伙来吟。没有歌词。万主保咱后会有期，耶主必抓有起哩。无论所去哪参带哩，万主保咱后会有期。歌声会，歌声会，主因传。歌声起，歌声会，歌声会，万主万后会有期。伫上帝你的真理的启示的内面，无论是活地，也是过身，主阮拢知，阮拢伫耶稣基督有格外的性命，会当伫。圣神内面各三拄，伫天里各三拄，伫耶稣基督里面各三拄，所以恳求你祝福教会，鼓励阮有活泼的生命，甲快乐，通用各活的快乐来过现今的生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。